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来到湖口老街，听说在地有一间戏院改造而成的客家餐厅，老板娘透过传统料理传承客家文化，我这就去尝尝湖口在地风味的客家菜。听伟成说，这里原来是一家电影院，难怪我看到这些上面有挂了很多的海报，所以是当初电影院有放映的吗？是的，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老戏院，您现在站的这个就是观众席。哦，现在这边是观众席。是右手边的上面那个地方是当时的放映室。哦，放映室是在那边。然后投射过来到后面，那有一大片墙，这是当时的荧幕。除了看电影其实以前这边还可以演戏，所以荧幕前面还是有一个戏台。偶尔有些档期演采茶戏，有时候收东西都会在这边。老板娘是在地长大的湖口人，年轻时在外地工作，始终忘不了童年时所吃到的家乡味。等到终于可以回到家乡，她索性将当年在湖口热闹一时，后来却荒废的复兴戏院，改成专门提供具有妈妈味的客家餐厅。老板娘说，年轻时来不及做的，现在做也还是来得及。谢谢老板娘为我准备这样子一整桌的客家菜。其实我很少在客家庄中看到这个用鱼做料理耶。那我现在来试试看看这个鱼好了。好啊。好好吃哦，它的那个肉咬起来是非常的扎实，然后其实它外皮是有点脆脆的，所以是外脆内嫩。所以这个鱼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因为这个鲫鱼呢是淡水鱼湖口因为是农业的乡镇嘛要需要这个池塘灌溉，那有池塘就有鱼。那鲫鱼因为它刺多，所以它经济价值不高，所以聪明的客家人就把它用时间去把一些刺把它化掉。所以它是要经过，一般我们是经过8小时去慢慢的焖煮。被认为不具价值的池塘鲫鱼，在湖口客家庄却用耐心细致的料理方式，将它变成家常美食。这也让我再次体会到客家人与环境共存、疼惜食物的用心。